2026年5月24號夜晚7:08，呢度係電氣道。電氣道呢度有個油站，嗰邊係 AIA 啦。咁呢度對面有一間食呢個餃子，鰂魚涌都有一間，不過我喺鰂魚涌冇買過。咁我喺呢度試下先。買咗各10蚊魚蛋燒賣，再加6隻餃子，各33，可以自己帶下，佢幫我再加餃子、燒賣、魚蛋。OK， 拎翻去食，熱辣辣啊！我有2隻餃，一隻係粟米豬肉，一隻係韭菜豬肉，我2隻都有要。我食到一半 OK 咯，煎餃嚟嘅，10蚊6隻，5蚊3隻 OK。佢啲辣椒油都 OK 啦。呢個係魚蛋，細細粒，佢個甜醬都幾好食。我燒賣魚蛋係有冇得揀辣定唔辣嘅？但係我食落個魚蛋都辣，都食得落。呢個係燒賣，燒賣都 OK 咯，冇得特別咯，係啲辣椒油啊，辣椒油幾好食，就買啦，10蚊7粒。算唔算大啫？10蚊7粒，普通咗。餃10蚊6粒。